河岸两旁白茫茫一片，如同雪国一般的景色。不过，这里其实是台南的大内。每年的9月到10月是田根子草盛开的时节，曾文溪畔壮观的白芒盛景，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拍摄取景。为让更多人看见这个天然美景，公所特别举办在大内等一场9月雪活动。29日在二溪河段热闹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开幕仪式，与民众一同欣赏这天然草本的白雪美景。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我们大内这个曾文溪沿岸，看看非常漂亮的9月雪，也就是田根子草。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已经这几年应该是第3届还是第4届的活动了但是希望各位好朋友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那看看我们的在曾文溪沿岸。同时大内也是物产非常好的地方，过去不管是芒果它也有芒果，然后这个酪梨它也有酪梨还有很多好的物产。今天来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当地的土特产，还有许多好的这个摊商纷纷来这边。那大内是个值得开发、值得欣赏、值得你喜欢的一个新的好的景点。尤其这个田根子草的季节通常都在秋天。那秋天一片白茫茫的，很漂亮，很有意境。不管来拍婚纱或者来拍个人的这个打卡景点，都是非常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大内看看田根子草，来看看曾文溪沿岸非常漂亮的白茫茫的一片景色。那看雪景不用出国，来大内看就有非常值得你看的雪景了除了赏雪，现场还有规划农特产市集、社区营造成果展、政令宣导、集章换好礼以及食农教育体验等内容，成功将花海美景与地方经济串联。大内区长陈俊达表示，活动不仅是观光推广，更希望借由田根子草花海提升大内的观光经济。未来将持续结合地方特色、社区能量与农业资源，打造大内成为游客来台南必访的景点，连带动了地方产业与经济发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